當然有啦，經一時長一智啊嘛。但係我諗有啲嘢冇改變，就係可能我細個嘅性格啦，同埋我之前係運動員出身啦，咁變咗你會感受到就係有好多嘢你唔要認輸，但係你一定要有輸得起嘅精神，因為你輸得起嘅精神，你先會有進步。我自己其實好少去回顧以前發生過嘅事，我只會去慣咗去吸收我點解會咁樣犯錯，或者係咪我有啲嘢決定得唔好，影響到我之後嘅路呢？呢樣嘢對於我喺經歷過呢97年回歸啦，同埋我細個有時嘅性格影響到我自己嘅時候，去慢慢磨練出嚟啦。當你嘅人生經驗夠，我相信對於你嘅戲係會更加去傳神咯。因為我覺得演戲其實冇話點為之演得最好，或者點為之叫做好唔好嘅，就係你有擺幾多心機同埋誠意去鑽研一個角色，同埋去了解呢個成個劇嘅運作係點樣。所以我覺得戲係真係無窮無盡。你可能到你年紀大咗，到佢臨死嗰刻，你都仲係學習緊。因為其實當你認識演戲嘅時候，其實我都係比較皮毛啲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可能中學畢業，係同好多心理學啊，同埋哲學啊，同埋成個社會嘅變化係好有關係。我自己而家暫時最想就係希望可以演一啲同社會上邊大家一啲市民有共鳴，同埋大家都會明白一啲嘢，去反映到一啲正面嘅信息出嚟。呢樣嘢係最想做到。其實巨輪橋天生嗰個角色係對我影響好大，因為當我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其實佢由20歲開始，其實由10零歲開始到50幾歲，佢都係好逆境嘅。即係可以老到啲講呢個角色係逆境求存。咁當然佢未必係去到要可能有生命危險啦，但係佢好希望出人頭地。但係點解佢會出人頭地？就係希望佢可以揾到一啲錢，或者有一個機會，令到佢身邊嘅屋企人，甚至乎佢中意嘅人可以幸福，可以快樂。咁我覺得其實香港人都係嘅，香港人好多時都係為一層樓，或者為咗一啲嘅物質，因為地太少，甚至乎可能我哋會覺得要住得開心、住得快樂，就首先有自己嘅物業，就不停喺度為一個物業去儲錢、去辛苦、去堅持。但係喬天生俾我感覺係，佢亦都有佢嘅缺點。佢嘅缺點就係因為佢嘅性格。有啲人話啊，你條命係生成嘅。但係當你留心啲睇下喬天生，同埋當你再宏觀下呢個社會嘅時候，性格係真係可以改變命運。咁so far佢可能就係忽視咗佢自己呢樣嘅缺點，而將佢自己嘅優點一路放大。咁但係其實缺點存在嘅時候，都會影響到佢嘅未來。其實我一樣嘢，我自己有個性，唔知好定係唔好，或者係因為好多嘢係我細嗰陣時影響到啦。因為我細個可能頭先有講啦，我參加比賽或者打波嘅時候，一出到嚟，我記得我細個係好有信心，希望有機會贏。但係永遠出到嚟都係輸，即係仲要輸好耐波，即係對住每一個人你都會輸，係要過你自己好多心理嘅關卡啦，同埋技術嘅訓練啦。同埋我深信一樣嘢就係，當你想去要攞一樣嘢嘅時候，其實你無形中係俾咗啲好無形嘅壓力俾自己，亦都做得唔夠瀟灑。即係有好多前輩講話，做人其實無論你係做事、做朋友或者對待你嘅人生，都應該要瀟灑啲。咁好演戲方面，我都希望可以每一個角色，我都會盡量投入去做好我自己嘅本分。其實落嚟嘅嘢，可能係一啲未必係你真係想得到嘅回收嚟嘅。但係當你咁樣諗嘅時候，可能就會有一啲意外嘅收穫。同埋好似打波咁，當你一個運動員打比賽，唔通佢真係為咗嗰隻杯而去練波，去爭取呢個冠軍咩？我諗佢係去面對嗰場嘅挑戰，嗰場嘅比賽，我應該點樣打到最好，而且我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心態係最平和去贏呢個比賽，亦都點樣可以去磨練下自己嘅缺點，將自己嗰個優點盡量發揮。我諗演戲做演員都一樣咯。
咁你話攞唔攞獎，其實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唔希望俾到呢個壓力自己，我只係希望每一次拍到嘢出嚟都可以同大家有共鳴，咁我就最開心。其實我自己嘅愛情同埋成家立室係我好想㗎。其實我有啲反而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好多人比我更加成功同埋更加有成就。譬如劉德華哥啊、發哥啊，就算啊學友啊，佢哋都係好好嘅，即係可以有佢自己嘅事業成功嘅一面，亦都有佢哋嘅家庭嘅成功。咁我覺得其實而家係比以前喺工作方面啦係難咗，其實擇偶都會難咗，因為大家都會選擇多咗啦，同埋諗嘅嘢亦都會多咗啦。咁我覺得係隨緣咯。當你真係中意一個人，個緣分到嘅時候，你好多嘢係唔需要考慮，亦都唔需要去諗嘅。你結婚嘅時候就會結婚，生小朋友都會生小朋友，呢個係一時嘅衝動嚟嘅，你冇得考慮我2年後先至拍拖定係點樣。因為我覺得婚姻唔係你應該要幾時要結婚要做嘅嘢，係你嗰一刻你想你咪去做咯，即係我係一啲咁嘅人咯。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工作之餘，亦都有一段好嘅愛情，亦都有好嘅家庭。